一定係有一寡文化習慣會衝突啊，會有摩擦啊，因為嘛就嘛有這種現象。但係咱會當共同看賣，看因哋都是咧原價都是用啥物物件安尼。啊，另外就是講因真趣味，就是因即擺是像叫做阿西亞國際環保社，即個環保社是一個出版社，因有進一寡越南文誒出版品，一部分加翻譯做台語，啊一部分你若講遮個出版品會當互搬來台灣的越南人吼，因會當有一寡參與，啊無講參與你一個，咱若想看賣就是像咱台灣人啊，真正去外國生活，就是會做孤單，啊伊當時咱就會想講要。那有人會當下來講咱家己的語言，即當時咱心情就誠快活。啊，因的出版社伊是會當服務着越南人，會當互一般的台灣人，更較現在越南這個國家。啊，等下我想時間差不多啊，所以我等下互伊來直接講，因會當講，你若要聽愛情故事，你嘛當講愛情故事；啊，你若要講文化的，還是母語的嘛會使。啊，而且因家內底就是講，因伫伊個家庭內底吼，因做堅持要互因個囡仔講母語。啊，因個人較特別就是啊，像伊本身越南人，伊就是教囡仔越南語對無？啊，你用個情形是因兜母語是客語甲台語，啊，因兩種攏做交講的。啊，所以變啊講因兜通常可能我這會用三種語言啦，安尼。啊，等下咱就互因直接就來講，我就無遮長個時間。啊，咱即擺就咧用歌聲甲伊歡迎。大家好吼，拄則主持嘛有講啊，我叫阿雄吼，這是阮某是李勇啊。拄則我聽主持講就是我這台是伊會讀冊會已經5檔的歷史啊，已經有5檔的活動的經驗超過。安尼我就是講，足濟人嘛貢獻伊的貢獻，足濟當然是比我們的呼吸還要多。可是今天我比較幸運是比大家比較早坐在這邊的位置講你們的故事，所以我希望說下一次是讓在座的每一位可以坐上來這邊講你們的故事，會那個感染力會更強，那大家都會知道說大家的貢獻怎麼樣。其實是他們做5年的貢獻很大，可是我們今天才是一個大分隊，所以其實呢，我們每個人做的事情呢，你都把它整理一下講出來，那大家才有辦法就有一個共鳴，那有辦法就把那個精神傳染下去。那今天我們的故事其實很簡單，有可能對於某位人來講，二年級很熟悉因為是這邊在場有很多好朋友跟我們當朋友很久了，他也知道我們大概的故事。可是有一些朋友是今天才認識，那希望是說我們講我們對母語的那個堅持呀，還是對母語的那個一些想法，希望是也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堂課的參考的功能或者是可以啟發大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那我先讓給我太太先講一些。那如果我們中途呢有任何問題，或者是覺得很有趣的，那可以就是鼓掌或者是舉手來問問題，因為這樣我們今天的分享會比較有意義點並不簡單，只是說我們在講我們的故事，然後呢你們在下面聽這個被動，這樣會比較浪費大家的時間。嘉寶。我拄則袂記甲大家講，咱即個活動較自由啦。若是講恁想要去 WC 還是連鎖的，攏會當家己跟你們，咱無中場休息安尼吼。那因為我們時間有1個小時多所以我們就是直接進行我們的主題，好嗎？讓大家來了解我們的故事。
大家好吼，我是李勇。今日足欢喜的来到遮。因为主办单位同阮差不多两个无要讲的代志，一个就是有关保险，另外一个就是阮两个故事。因为其实在场足侪比阮就是从事保险行业是搁较久的人，所以我感觉就是拢是先摆。所以我今仔日特别重点来讲咱的故事。其实嘿，保险我敢无法度讲较济，我讲的就是阮家己的经验，当然这毋是标准安尼。就是我想要和大家先简单分享我的背景，因为阮妈妈是印度的客人，家人，阮爸爸是家己的荷兰人。因为自细汉其实阮无特别意识着讲保险这件代志，当时伫厝里是足自然的环境，就是爸爸拢同阮讲台语，妈妈拢同讲客语。毋过因为伫较传统的家庭，爸爸通常和囡仔讲话机会是较少，就是囡仔较毋敢和爸爸讲话。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印象就是阮听着台语拢是爸爸咧讲政治。所以迄当阵，比如讲，我的概念就是国民党，我无国民党这个词，或者是民进党，就是没有民进党，因为阮听着政治拢是用台语论述的了。所以迄当阵我若是要和同学讲政治，我无法度用华语讲，就是拢是用台语的思考。阮妈妈当然就是因为转来，比如讲下课转来，和妈妈讲话是常常讲较济话，所以和妈妈讲客语的机会就是足济。所以自细汉我讲客话的机会是比台语较济，台语是听安尼尔。当然因当虽然足济客人，毋过有诶时阵就是，比如讲像阮出门想要讲互人听无诶时阵，阮就会用合班安尼，就是客话对阮来讲是一个咱讲秘密的话，阁有较私密的话安尼。台语对我来讲是较严肃，讲政治。毋过迄当阵其实伫细汉的时阵，你袂感觉讲着保险有互人打压即种问题嘛？因为迄当阵阁毋知影有遮个议题。细汉我会记伫阮兜，因为我是1982年出世，迄当阵咱读册是已经无啥物禁止说方言这种代志。毋过伫阮兜是袂当讲北平话，就是阮兜若是讲，阮就爱罚钱。所以阮当然，毋过阮兄弟姊妹当然是偷讲，就是阮会偷讲北平话。毋过若是我爸爸听起就讲，叫你讲北平语啊，就靠阮的零用钱。毋过除了这以外，我无特别印象，阮爸爸会特别针对保险这个议题，比如讲伊甲阮讲，你一定爱讲台语，因为台语是无特别安尼讲，就是主要阮听着，伊拢甲阮灌输拢是政治的代志。安尼，毋过因为我感觉读册伫学校拢是讲华语，而且伫学校的时间足长的，所以其实转来厝里就是阮兄弟姊妹嘛是拢讲华语较济，就是同学还是朋友拢是讲华语，就是这种情形是一直到就是拢一直是安尼。当然就是拢转来到厝里，较和爸爸讲台语，和妈妈讲客语。伫外口就是较少会安尼讲。一直到我可能是就是去越南，因为我是去越南读册了转来，因工课关系，就是接触到足济就是做保险的一寡老师所以因为因的启发，我较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是安怎较早咱对保险的态度还是啥物，我感觉较开始会紧张，会烦，或者是会烦恼讲，安尼后摆毋知这个语言敢有法度传落去。尾因为我和阿雄结婚，拄则讲阿雄是越南人。所以阮两个其实讲越南话的机会嘛，较会济。因为安尼一开始其实阮就是伫阮交往还是啥物时，阮嘛无特别感觉着讲袂当讲华语，就是无禁止华语这件代志，是一直到真正是有心，就是有心了，有囡仔，就开始烦恼而且我会记得，因为有心爱超过10个月嘛，我有心开始，我就甲伊讲，你要紧学台语，因为伊台语无介好。我就足烦恼，等囡仔生出来，伊台语无好，安尼一定囡仔就会学华语，所以我就足紧张。伊阿雄就讲无问题，10个月再等。囡仔出紧诶，拢还袂学着，囡仔就出来啊。囡仔拄出来时阵，阿雄讲不要紧，即摆伊阁袂晓讲话，所以阁袂要紧。这个嘛足紧诶1岁啊，跟2岁。因为去年阮嘛伫台南分享嘛是保险即个时阵，我会记得去年时阵，因为阮祖囝叫地理，就是去年阮伫台南，迄当阵诶地理是真完全一句华语拢袂晓。有过你看一档尔，就是第一个华语，就是嘛是加减互人偷着啦，就是嘛是互人污染着，所以就是足歹哄诶，安尼
这是我的小块背景的介绍啦。来向讲一寡母语的背景。我的母语的背景吼，其实我嘛做一个新闻，就是我是越南人，啊，毋过越南有足侪民族啊，有54个少数民族，那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傣族，泰族啦，泰族。那但是我的有一个故事要甲恁分享，就是我国校的国小4年级还是5年级左右，因为我们越南话都会有一个朗读课，那有一次我就觉得说，我们班上有一半的是泰族人，他们朗读课的成绩非常差，然后每次朗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习惯用泰族语言来讲，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怎么成绩这么差，然后就是也是很纳闷，然后回家对我妈妈说，妈妈我班上有足侪泰族人，讲话足无标准的，也足差的。我妈就没有很生气了，因为我妈妈就是也很坚定，但是我妈也说，立马是泰族人为什么你会这样的排斥他们？那时候我才国小嘛，但是我就开始觉得，为什么我是泰族人？然后我才问说，那个我问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爸是泰族人，我也是泰族人，那你是泰族人，那怎么可能生出来是一个金族人？然后那时候我才第一个是种族上面的分别，就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怎么说我呢？我名字雪有没有是泰族人？但是我讲的语言，我思考的语言，我写诗创作的所有都是金族的语言，所以跟台湾的年轻人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对不起，有点沉重哈。可是爸妈都是台湾的本土人，可是你思考是用别的国家、别的种族的人来思考、来创作。就像现在我讲中文哈，那如果我们认定它是一个外语，那好，称赞你的中文的能力非常大，我的中文能力足够我在台湾这边生活，在中国那边足够生活。可是你的母语的能力是要减少，我的台语的能力呢，就是比我的表弟表妹家还住在我老家那边，差的不用排队了，就知道差很多，那。可是每次回去那边还是被信息就说阿雄不会讲台语话，阿雄不会讲台语话。可是小的时候是这种检讨，只是偶尔的大人的开玩笑说而已。可是越来越严重啦，现在是他们也是当面你的小孩，当面你的老婆，因为我带我老婆回去嘛，他也不客气的说这个不会讲台语话。说到另外一边，吃饭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跟那个一些大人坐在一起，那就不会讲，那就去那边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的一个教训，那但是对母语的认识呢，其实不是那一次我自己学习的，怎么可能？我小5年级而已，但是我在大3的时候开始认识。成大那边的蒋文教授的时候，他去越南那边有是成立一个奖助金的办公室。那我去那边当工读生的时候，开始认识他，他才跟我讲台湾这边的有这些情况，台湾年轻人不会讲台语，然后台湾他们跟阿嬷的沟通都是竟然是阿嬷宁愿讲破烂的中文跟他们讲话。我想到我也是啊，我跟我阿嬷也是这样，我阿嬷也是讲一个破烂的金族语。然后我开始慢慢对这个母语、对母语这个意识开始有一些想法。那又特别是在蒋老师的指导，所以对种族或国家的认定，或者是甚至是台湾这边的历史，然后文化的部分，我都吸收的更深层。比不敢说什么，可是比任何的在台湾这边念书的越南学生都更了解台湾这边的这个历史。那也是很幸运，2004年我就来台湾这边念书，也是念台文组。继续有蒋老师支持的
那个支持跟指导，那更认识台湾。现在就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然后其实我们觉得说越南在大家的想法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当然是经济啊，或者是我们人民的所得比台湾比那个香港、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都是低很多。可是呢，我有一个心得，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的母语当地的语言不被打压。为什么不被打压呢？我在三罗那边，我老家那边，泰族语、金族语跟满族语三种最大的语言呢是一起共存。当然，它不能登上一个官方语言的一个语言，泰族算是排第2名，但是不能登上一个泰族语那个金族语言的那个位置，它不能当一个官方语言的位置。但是只要你是金族人，但是你的工作被调到三罗，你一定要受那个泰族语跟满族语一定的课程，就是假设是有100个小时的那个语言的课程，你一定要受训，才能去那边当公务人员。那你想，假设今天你们来高雄、来南部这边，有没有人愿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或者是去屏东？有没有人教育说那个接收说你要受训一个100个小时的一个客家的教育，或者是原住民那边的语言？我觉得是台湾这边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呢讲泰族话是不会怎么样，虽然我比较泼他，我偷偷听一下而已。然后呢，同学他们讲泰族话不会怎么样。那他们讲满族语的也不会怎么样。那我们在家庭里讲泰族话是一个增加那个家庭里面成员的一个感情。你今天是金族人你今天是泰族人，你会讲泰族话是当然的，应该的，你不会讲对吗？可是你今天如果是金族人或者是别种族人到我们泰族家，你跟我们吃饭喝酒的时候，你能讲泰族话出来，我们一定是敬你酒，一定是把你就是当做一个非常羡慕的一个朋友。这个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文化的分享。这个是简单的背景的，不然讲太深了。阿雄拄则讲到迄个啉酒的代志，我就想起来，因为阿雄讲去因遐一定会有人灌酒，因为伊最爱啉酒，所以伊就先教我一句泰族话，就是我袂晓啉酒。迄个我无想着我讲伊就拢足欢喜讲，哇，足厉害，啉，所以就算我是讲南方囡仔，南方囡仔就是我袂晓啉酒的泰族话。因为伊听着，伊就足欢喜啊，所以伊就一直讲哇，你哪遐厉害，对，可是我是讲我袂晓，你袂晓，你伊就是听着，伊就是足欢喜，所以最恐怖的，因为伫遐就是你只要讲着泰族话，比如讲感恩就是咧多写，用泰族话讲来做，就是有几个词，我会晓几个尔，伊就是敢若迄几句，大家人就感觉哇，就是因为本来伊其实足反对我和阿勇的婚姻，原来迄边是甲反对，而且因。就是比如讲，因的认知是因无啥知影去台湾、中国，甚至无啥知影，毋过伊拢讲是汉族，伊就讲你莫带迄个汉族的迄个姑娘安尼，而且伊就讲我有流汗，就是叫我勇气哩。因为因的一寡因反对的理由就是做奇怪啦，所以当时我就爱紧学一寡泰族话我就爱紧，就是互因较会介意我。收买，对，我想着那个策略失败咧，还一见进。收买我们家人的心就对了。来，阮简单讲阮两个熟悉的代志。其实阮拄好嘛是，另外嘛是含台语。我感觉阮两个就是真正含无理解有缘，因为阮熟悉嘛是伫世界台语文化年是第10届，2005年，今年就是要办第20届，今年准备要办暑假的时阵，对，所以是10届进前的代志啊，10几年前阮熟悉。我会记即个当阵，我去屏东遐读册，我姐姐时常来读册，伊就讲有欠工读生，所以我就来到相共。我来时阵就是阿雄，
啊，毋过迄当中我对伊的印象就是伊介认真，就是比如讲我问外东，伊就是一直遐撞来撞去啊，撞来撞去，就是因为是机动物嘛，啊，就一直走来走去，啊，感觉就是介认真。啊，毋过因为我大概认真，即码我毋敢讲。啊，迄当阵伊介瘦，伊即码瘦差不多20公斤吧。到时吼，迄时阵我是54公斤尔。即摆是70差介济，已经跳很多次了。S 到2公斤。因为我瘦袂落来，所以我一直较笑。啊，我迄当阵我比较实在，伊就是伊一方面介认真，啊，毋过因为阮对越南是介青分的嘛，对阮来讲，阮对越南无啥物印象。嘿，啊，所以阮就是我就是感觉讲，像这个越南人啊，伊一方面介瘦，啊，阮家就是拢介瘦嘛，无钱，啊，所以拢就是足瘦的，啊，所以我大概看着伊，我拢感觉。伊就你敢会枵？我会记住我大概拢想要问伊讲，你敢食饱啊？你看起来我讲敢个枵会快，啊其实无，啊毋过我大概拢会问讲，无营养，无营养，你就是较无营养，啊毋过问题做啥？所以我拢问讲，啊你敢食饱是啥？是讲你敢买两个便当？我对伊印象就是做啥？啊毋过我印象最深就是当初伊的欢喜最奇怪，因为伊的欢喜就是因为2005你拄我来台湾嘛，对啊，伊倒来一单啊。迄个时阵，我讲中文就是北家己迄个街口，全部北家己的街口，因为我是中文的毕业嘛，所以中文的是完全拢讲北家己迄边的街口。因为我一直伊知我为屏东来，伊就问我讲，你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来？我当时我想这人呐，是那有人问安尼就咱就讲你怎么来？还是讲你做什么来？可以就讲你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来？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就是对伊的印象就是足怪呢。啊，毋过尾啊，我较知影讲，这是足事后我较知，因为当初当然是对伊印象就是伊介热情，介活泼，啊介认真，啊介瘦安尼。啊，毋过我尾啊较知影，伊迄当阵就是阮办了活动，伊就问阮一个。你的手机啊，伊就要甲阮一个讨我的手机啊号码。因为伊天天是我的学姐，所以我就直接跟学姐要她妹妹的电话，只是说有一些事情要联络，那个她姐姐防备心也很高，所以她不给，然后我就赶快把李阳的名字写在我笔记本里面。伊就问无经过，阮姐姐讲，你妹妹叫什么名呢？啊，所以就甲我名写落来，啊，所以尾来伊叫现这本互我看，这本是比求婚的花较重要的。伊看的时阵，咱都就看原来伊当阵可能就迄意思，啊，毋过阮姐姐当阵就是动落来，伊就感觉讲，毋知伊输去啥位置，伊就无甲我的电话互阿用。大家有看到吼，这是2020年，我有写这是我的笔记哦，利用一下，抢七夕，对，有七夕啊，我还没。啊，这都好，因为我好多写大家讲，你个七夕人家全讲的。啊来就是因为迄是就是阮两个就是一直有保持联络，啊，毋过就是好朋友的关系。啊来就是佮过一年了，因为阮着参加台湾教育文化交流团，就是嘛是先带迄个中文到书传阮做伙，啊过了迄届我着决定要留伫越南读册，啊所以我着留落来。啊阿雄着，当然因为阮伫遐做一礼拜嘛，一礼拜时间是就是规团做伙，啊团就是结束了，交流团就转来，啊阿雄当然嘛是转来台湾继续读册，啊我着留伫越南。啊，因为迄当阵，因为越南就是啥物朋友拢无嘛，所以就是需要阿雄出来斗相共，可能是安尼啦，所以伊就我出个安全感，虽然伊做啥，你看同款仔伊嘛是干啥对无？伊非常干对，啊，毋过就是搞到啥人介济代志，啊来着，因为我伫遐读册，啊着有机会有一届着去伊就讲伊要带我去山顶佚佗，就是去因兜，我大概看着这是因阿嬷外妈因兜，啊，这是高脚屋，传统讲乐卡厝吼，就是高脚屋。啊，迄当时我老卡想回不去了。啊，迄当时就是2007年嘛，啊，阮就做去山顶佚佗去因兜，啊，就是其实一直拢是做做朋友啦。啊，我对伊的最大印象就是伊足册中国，
所以我就是大概讲到内中国，阮两个就是会讲了介下呢，就是一直感觉中国是阮共同的敌人那种感觉，对。这无中国人吼。这样讲有无？这样两个香港的，香港是嘛是反中国的，嘿，所以这是因三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所在，大家看就知，伊啥物拢无，像这张上正面这张，这是因的灶骹，因的灶骹就是安尼，就是一个鼎伊就放伫遮，遮就煮就帮你处理遮，就足简单的一个所在。毋过因为安尼，我顶倒会感觉讲，就是因啥物拢无，毋过因感觉嘛是足快乐。就是含迄当阵，阮的生活会感觉无完全无共。伫因兜，这是我外妈吼。嘿，所以我甲外妈讲话，我透过一个表弟，坐伫边旁边，我嘛都老亏的。而且因为因外妈因对迄个越南语的学习嘛无介济吼，所以我的越南语算介好，就是因听着我越南语就感觉我哪遐厉害呢？因为因就是无学越南语教育嘛，因就是越南语教育。所以这是还从底下就是翻倍啦，翻倍。你讲越南语比我妈都较标准。我知啊，我听得出来。这是因兜，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正面这张啊，是我感觉最特别的是，这是因阿嬷因的，就是迄经络骹厝的客厅。我会翕这张是因为其实我伫遐，我看着我拢一直翕番麦啊，是遮的篮啊、顶篮啊，啥物，我感觉最特别的，因台湾较无看过。迄因阿嬷就是甲我带我去看，就讲，就叫我翕迄个，伊讲你翕就叫我翕迄个电视，迄个电视。我就想讲，迄电视咧创啥？因为伊安尼讲，我嘛歹势，伊是中国嘛，我嘛是翕，伊就是甲我讲，迄是因用一世人可能较会当。较有法度有买着这个电视的，迄是伊会骄傲，伊说讲环美迄个即个创啥，环美迄无代志的对啦。所以今日你六关是无共的，对我来讲，我看着环美遐，我是种欢喜，因为咱台湾，而且我其实环美是足水，迄当时我兄弟都好，台湾敢若无这种环美，就是较深的小可亲感觉是迄种感觉。因阿嬷足够水的，叫我翕伊的沙发，还有伊的电视安尼，完全无共。尾因为这当时阮才是普通朋友。这是普通朋友，尾就是有交往，交往了，歹势我跳上去，就跳来结婚，因为我时间找兄弟，就是阮准备要结婚，迄当时就是像我拄则讲的，因迄边其实是较反对的，因为大家人听着迄个遗传台湾人，拢会想讲，你想要占台湾人的便宜，是啥？在台湾人的角度，拢会安尼讲，拢会想讲，你敢是较瘦，就要来娶咱遮的。带台湾人，或者是会感觉讲，敢是你妈妈就想讲，阮遮一定足反对，因遐敢是巴不得要甲伊，互伊来台湾，迄个完全毋是安尼。阮爸爸因足介意阿雄诶，因为拢住在中国，所以阮爸爸就在中国，所以因两个就拢会当讲话，而且因阮爸爸诶生活背景和阿雄足像诶，比如讲，因第一届因会讨论讲，第一届看着电视迄种感动。这对我来讲，我无印象，我先传到有电视，所以我无啥知影，而且是第一届有迄个加速楼，因拢会讲遐代志，所以大家我拢无啥听有，就因两个就无在讲。所以大概我拢甲迄个，我是当游人啊，迄个伊个唔使伊个，我甲游人讲话，我就讲，爸爸，你有食过迄个金龟样无？金那个南瓜叶无？因为我会去从他取暖，就是问他那些同样的背景的事情。我跟我岳父讲都是有一样的经历，但是我都会讲说，像刚李阳刚说啊，我也偶尔就说，真的我很怀念那个就是每次那个歌收完哈，那个稻米田啊，不是收割完之后啊，他越南那边都会把那些那个干的那个稻草啊，就是烧，那个味道就是很香，而且可以很远。然后每次咱叫他无环保吼，咱叫他吃嘛对。可是我讲这些，我岳父就附和了。对，我之前嘛安尼，我都感动呀，我感觉有人很支持啊，而且是很懂我的感觉。每次我都会拿现在越南的一些回忆跟他分享，他都会有一样的回忆，让我说很感动。就是刚刚你们有共鸣，我其他人都你要不要回来？我咱无迄种感觉。那这个是李阳去我家第二次，这次我们正式提那个我们要结婚的事情，我妈的态度非常的
非常的冷淡，因为我可以理解他不舍得就把这个我就是去那么远的地方养，而且是他也知道，他也白讲跟我说，你没有钱，那你干嘛还娶一个国外的女生？是对他们来说，娶国外的女生应该是另外一个标签是要有很多钱。那其实我们没有钱啊，我们就只单纯的跟我妈提到这个我们要办结婚。那时候我妈从一个非常热情到待她是我朋友的身份跟所有的亲人都对待她像如果是她是我的朋友的身份，非常的热情，到哪里都是每天都是大吃大喝的招待。可是从变成是我女朋友，可能又变成她媳妇的那个之后呢，我妈就马上打电话给所有阿姨们说，不用招待他们了。然后开始跟阿姨说，赶快劝她不要娶这个女生啊，怎样啊，要去那么远的成家，那以后辛苦了他们，我们怎么救他们呢？因为我妈妈有5个妹妹，所以每个妹妹都说好，所以我们到每一个家的阿姨拜访的时候，都会讲一样的内容，说，哎呦，你们再重新考虑了，你们不要得罪你妈妈之类的，其实大家人拢想要想拆散我们就对了。但是李阳还是想说，好，那就是还是努力，所以也是做一些家事。这不是普通的家事，大家讲看，这是用手爱甲迄个环贝拢背落来，迄个拍衫所以是就变的环贝。像我想讲，咱无工具，我看咱是伫台湾是背蚵仔，啥时阵嘛会挂一个手套，就是伫迄只大拇指遮会挂者，毋是较袂听，我规拢碰拍，而且我为着要表现的，我动作就紧。我就是变性啊，一直背，我就一直背迄个环贝。因为因有一个阿嫂，我就是一个阿嫂，就是边仔就是足紧的。我边仔有一个足边的，就是伊啊，像伊拢豆做，就敢若规排拢落来，我伫遐背到迄时啊，拢无几粒，所以我就是就辛苦想要互伊妈妈接受我，而且我可以记伊妈妈问我，伊妈妈叫因阿兄问我一个问题，我问在边，敢有人知影即马米一斤偌济钱？无人知你拢无资格嫁互我人。有人知，因为当时就问我讲，即马台湾的米，佮有迄个猪吧，猪吧一斤偌济？就是伊就问遮，我想讲，上遮一斤，我咱就买一袋就好啊。我拢一袋，我200安尼，嘛，咱嘛袂去了解即马物价是安怎，所以就感觉讲，你无资格照顾阮的后生，因为你连米一斤多少钱都不知道。然后就我嘛，大姐，但我感觉原来就是咱互人嫌变的是，我毋知影米一斤偌济钱，那种因为安尼的标准，伊感觉我毋知影米。佮毋知影伊嘛，还是说你就是因为问遮个代志，所以就感觉我袂晓还价，就可怜。我嘛想讲，拜托，阮超市去迄地方拢嘛一顿包啊好，我嘛免知影一斤偌济，嘛免抬价，因为人是爱抬价嘛，所以你爱知影一斤偌济，你看有法度抬价。但是你毋知，你是有法度抬价，伊可能买着贵的。毋过伫台湾的生活，咱毋是过这种生活，毋过因无法度理解。佮有就是我刘海的，所以大家拢会讲刘海，你就是讲袂当甲你遮安尼长的啊。我说我拢爱夹的，我就阿袂阿嬷从一个一直念，就是因呢就是念一寡奇怪所在。毋过伊阿兄弟伫台湾这边等等拢无遮个问题。阮爸爸敢若就是阮爸母拢无调咱啥物事，完全无，真诶，大家拢毋相信。然后我就是安尼，我就可能拢互伊那边调啦，伊拢无。而且我个你是阿兄，为着要，因为我去遐佚佗了，我就要转来，我知影大家拢会甲阮拆线，阮两嘛就紧张，毋过阿雄就感觉讲，因为伊是迄个老妖，你头先讲尾仔囝嘛，毋是了尾仔囝，后半囝，伊就讲自细汉伊要决定啥，就是伊尾仔总是会当决定，虽然伊妈妈会无欢喜，嘛是当决定，毋过这届真正是伊拄着上大困难，就是伊一直妈妈沟通，伊妈妈拢无要同意，我跟伊迄当初就是因为有是拖足久啊，我嘛想讲，到底你敢是真正有心，就是我嘛开始怀疑你嘛，因为我嘛毋知影到底敢是到尾甲我骗我的感情尔。伊就讲，伊就有一摆我给伊向妈妈讲话，就开迄个视讯。当然伊妈妈毋知影这种啦，伊妈妈无啥了解，伊就开视讯就互我听伊咧沟通。我跟伊迄摆我嘛心足疼，是因为伊妈妈就是讲甲目屎流。阿雄嘛好啊，就是要妈妈先转伊的婚姻，伊妈妈就是拢无法度接受安尼。你再讲会多少？我有迄个过年时阵，我就讲我无爱回去啊。
对啊，所以伊们都生气，因为都生气，啊，毋过嘛摇着是我即个结婚的代志，无爱生气嘛，无爱见面，所以伊就讲好啦，你先转来再讲，你先转来再讲，所以迄摆我就是直接转去啊，转去啊，毋过第一天是顺利无讲到那个派工的代志，啊，毋过第二天。刚睡醒的时候，马上就叫我靠他的床边那边做讲话的时候，就是哦，就是开始煎熬了。可是后来我们还是熬过这个。可是你新婚人呢，被电梯进前，他妈妈都还是不答应的。只是阿雄就感觉无法度等啊，等伊动要等到当时，所以阮就无等伊同意，阮就每次那个李阳也是利用他的那个。出差的时间去越南那边，然后我们顺便去办那些手续，所以我们的时间点非常的急迫。然后如果我妈不同意，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很难过这个关。所以后来是我妈好像是已经是最后一步，她就说好，那个李阳在河内离我家那边有一段距离。那后来我也是请李阳上来我家。那我妈就是最后一次讲的不开心的，就是她在当面李阳问说，跟我的弟弟，我问你一斤多少钱？没有，他是说他就说阿雄没有钱，但是我很感动，你两三次都来这边，他说感动，他说我佩服啊，我输了。因为我现在就是阮决定着要去电梯啊，伊就甲阮叫去嘛。比如讲，阮可能10点要电梯，8点就甲阮叫去，就去因兜坐咧。我甲伊就讲阿雄1个月时阵就无爸爸，爸爸就过身啊，所以伊就辛苦的甲这个后生衫、后生车用起来。你甲我保证，你会好好照顾伊。所以你看我甲饲，安尼20公斤饲我有好好照顾啊，对无？我就讲无问题，我就是简单台湾对，我食了凊彩肉就生出来，所以伊就讲你保证你会好照顾伊，我讲一定会。伊讲阮兜无钱，伊就安尼比嘛，你看因兜看就知影，就是无物件咧。伊讲阮兜啥物拢无，就是像安尼，你看着安尼，你敢袂惊？我讲袂惊。其实我只是唔知影伊要安怎，因为我就惊，迄当时敢会，比如讲，我就想讲敢会叫亲戚出来，就甲用掠去，甲阮隔离。我唔知影伊会出啥物招嘛，我就紧张诶。所以这个伊完全伊是一直甲我问，就问讲，无问我啥物理啊，起码这迄拢无问啊，伊就无爱问遐呀，就问伊就讲好，安尼伊就问讲，阮兜敢有啥物要求？我讲拢无，就是真正拢无，你放心，阮兜无啥物要求，阮两个过了好就好，所以阮爸母嘛无啥物要求，伊讲好，安尼你看，你来阮兜几届啊？你看着阮兜啥物拢无，你搁敢嫁互这个人？我配合，我输啊！就是安尼，我就突然很豪迈的，安尼讲我嘛惊一下。安尼你讲了，你就讲好，安尼下晡我打电话互那个司法处的那个某个阿姨啊，要帮忙，你们叫我去找她，那就去办婚，因为是外国的婚姻，要有一些一定的程序，所以如果是真的没有成功说服我妈，然后也没有得到我妈跟其他亲戚的帮忙的话，可能那一次也还没有办完那个结婚的手续。可是这个是别的话题了，那可能讲这个会比较花时间一点，因为我是觉得说李阳在我们家那边是融入的非常的快，而且是很重视我们越南那边的文化，包括我太祖那边的文化。就是他也是好，就算是很想表现也好，可是在那边我们的料理啊，泰族的料理啊，或者是越南的料理，他接受的非常的开心，很喜欢。我是其实我在拍这拍那个番麦时阵，我就认真拍嘛，我想讲这嘛无偌难，就是用迄几安尼最后回，差不多应该用卤白的，因为我开始喜欢卤了，我就想差不多要来吃。第二个有没有看到因差不多过节啊，就看到因妈妈和因阿嫂就是就紧就安尼冲出去，我想讲换身来几个伊就讲，你拢袂晓看，要变天啊，要收啊，我想讲我较怎么拍好啊，就该收。那我提起，我完全拢无法度理解迄种生活，就是毋是我会成就的。所
所以就辛苦的，嘛是辛苦，只是讲时间介短，但是长期底下，我感觉我可能会比我3天阿雄感觉。然后李阳也是很开心的参与一些我们家庭的活动，包括过年的时候把肉粽啊、巴掌啊，还是有那个我们有煮酒，就是像台湾的原住民们都以酒嘛是用那个电啊，做手工啊，对，越南嘛是安尼，越南的少数民族嘛是安尼，比如我们做伙哦，你嘛无惊，虽然你不要啉。我等下，我惊，我袂晓啉酒，我是食花油鸡嘛的面红的啦。我就惊，如果我知影我当阵就是飙落，我啥物拢爱做，我去啉到我拢醉啊嘛，我醉啊，我伊妈妈的跟阿姨就帮我掠脸，帮我掠骹。啊！伊讲我一讲我一点我要笑，我用越南语讲哦，所以你不感动诶。我一年就是我啉酒时，我用越南语讲我在咧死啊！我一定会死伫身啦安尼。啊，所以妈，你可能想讲这个幸福诶，是还袂过来就咧死伫人家做感动诶。而且这个酒啊，我跟你讲，这个手工这个迄个手工起公鸡哦，就是遐迄几支嘛，啊，逐人就是会洗，遐尼洗，啊洗来就天外就爱啉。啊，所以我想我一看到迄支都叫我啉迄支，我想讲我真正嘛啉两支，我就是比如讲我就见到迄乌迄支就我，啊，叫洗，我就因抢迄支来啉，就是尽量啉就共一支啊无，感觉怪，啊，其实因拢安尼啊，慢慢转转，来的，阮决定要去就是因为阮两个对，主要讲的，比如讲对政治啊，一定共款的迄种处理嘛，是讲对中国迄种处事。啊，所以其实阮就是要去婚纱照的时阵，嘛是，就是阮就早迄当阵2012多出来要选举迄届，啊，我嘛是甲去就早去，啊，毋过因为我嘛有早在台湾去，迄个因迄个就是摄影师感觉怪，就感觉迄啥物物件，越南人是足敏感的，因对所有的那个旗帜，伊是就因会紧张，所以伊嘛讲迄啥，啊，我这一支阿雄就骗伊讲，这阿人这是阮兜的啥物。拢是阮兜里的啥物物件，啊，所以我一定爱摕这张去安尼，因为伊看无嘛，啊，毋过这有迄个地图，所以伊就知影这怪，伊地图出名片，啊，所以这张过来我们收起来，伊就我欢喜，所以就是有一寡这种，啊，毋过我感觉我对来讲，就是我一直足感谢伊是，有的时阵我可能就是人讲我是较偏激，比如我对政治啊，啥物是较偏激啦，啊，毋过阿雄讲。因为伊嘛共款，所以伊拢接受嘛。比如讲，若是我要摕这去，可能台湾人我就讲我是去下人，我就袂插我。啊，就是伊拢无问题安尼。这个是我们的婚纱照。婚纱。来就是阮过来就去越南，就是顺利要结婚啊。啊，我可以去，我迄阵我嘛就感动是阮爸爸，这是阮爸爸，阮爸爸的叫阿雄写一个稿互伊，伊讲伊要念。啊，因为阮知影越南语其实发音是种难，而且伊个老人啊。啊，阮就感觉无免啦，就讲袂要紧，啊，用就讲你就讲华语，啊，你就讲台语，我会反正安尼，啊，爸爸就坚持讲，伊感觉这个重要，啊，伊就是画一篇，啊，落长，啊，我可以去嘛，就是做像我代表做按哥伊就做认真，因为阮为分就是阮落油了，爱去因兜坐车8点钟，啊，阮爸爸伫车顶就是一粒，到迄个司机拢笑出来，伊讲伊个最标准来练那个，因为司机就听规路一直听阮爸爸伫遐念遐来事，我讲我今仔足欢喜，今仔我加一个后生，恁加一个左囝，这种来事，伊就听规路，就讲你今仔标准，你标准毋免念，啊，真正是有一开始。伊结婚就是足侪有诶无代志是，就是因迄边足无闲诶嘛，啊，逐个人就是对阮见面嘛是足紧张安尼，啊，毋过真正阮爸爸讲迄段话了，我感觉就是语言诶足重要，就是语言足重要诶，迄个咱就是无共。阮爸爸一讲了，规个敢若气氛就伊酒啊，当然酒就拢捧来啊，就开始啊咧，啊，而且因为越南伊太做话，伊要敬你酒时拢会讲好寒热安尼，好寒热，啊，阮爸爸伊就讲。哦，大概恁好欢乐，我就好欢乐安尼，因为拢好欢乐啊，哦，一直不断的是无共啊，一直啉，啊，伊拢啉迄马上足高的酒哦，就是小饮酒足高。而且高粱那么多。哦，嘿，足高的酒，啊，都是一细杯安尼，啊，搁一细凹啊，就是大家一直来，啊，所以迄当阵就是我感觉就是阮爸爸因嘛是真正足认同伊，啊嘛足认同越南这个文化，啊嘛是希望讲。伊虽然因袂晓其他语言，佮伊尽量会当利用迄个就是婚礼，啊，就讲迄段话，啊，互两个亲家就是较晚安尼。不只是我家人，就是这个来宾都很感动。后来我朋友也是传简讯说，这个女岳父怎么会讲越南话？一个人主动也要在这样。我想说那个是他用心的学，就是太背而已。对。
然后下面是有我们的那个喜帖，哦这个这是伫台湾，其实做无在当中我无熟悉对比，也无应该。因为当时吼，我因为阮想要做贴吧嘛，其实阮咧就是准备要结婚了，因为还有这个代志，阮当时就是就是很兴奋啦，因为阮想讲，好不容易要结婚啊，结婚阮两个上大，阮传什么出来人拢爱听对无？阮讲什么人拢爱听，伊人就来到遮，伊就什么拢爱听。我就感觉阮一定爱趁这个机会好好甲大家洗脑，还是讲阮尽量甲阮想要传达的，我们的意思，传染我们的那个对母语的精神。对，所以有一寡越南的文化，啥物？因为阮是伫台湾办的嘛，越南嘛有办的，伫台湾这边，因为这边的台湾的朋友无可能全部拢去越南，所以阮这个贴吧嘛是无华语，不支援中文安尼，就是拢是阮有台语、越南语和客语，这内容是台语安尼。我个记因为后壁阮去囥这张法人文的这张相啊，迄当阵迄个医生啊，伊竟然大主大甲我串英文3个字，就是甲画条。因为我嘛无注意到，因为我无想到伊会改我的相片嘛，我无想到，所以伊就应好啦。因为我看着我就是讲，蔡英文3个字无去，伊当阵阮就爱蔡英文的，阮就支持。我就生气啊！我感觉伊哪安尼对我的贴吧，而且这是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结婚一概尔。你无论。伊是安尼，我就生气的，我感觉伊调工要搞开掉，而且佮讲你们本来就要自己校对。暂时你搞台湾物件，我甲你校对迄个物件，安尼你台湾我感觉就奇怪。毋过尾来，我就是伊做的嘛是同我点评啦，尾来有点评。阮遮写专门这是替话的回娘家准文，还是替话伫内底。这背景，这是太祖越南太祖的布，就是伊妈妈伊迄边做的种，伊的花草就是这太祖的花草。这是就是若是结婚后面是准文。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是李阳就坚持把一些越南啊、跟台湾、跟包括那个客家话的文化都放进去这个喜帖。那我们整场的婚礼，对，没有，我们整场在台湾这边的婚礼是变成是说，在台湾我参加过朋友的婚礼啊，就是新娘跟新郎都是最大，就是只是坐在大的那个大桌嘛，对，主桌那边就是享受大家来敬酒而已啊，或者是不用忙的一些小杂事，可是李阳跟我竟然就是忙到一些是琐碎的事情，包括说我们要准备泡泡呀，我们自己要操作泡泡，让大家玩游戏呀，或者是我们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婚礼里面跳一个酒窝舞嘛。大家都看见我的空间，所以应该当点嘛，特别当点，来看见，这是越南的一种舞。你现在也在跳。不是我，不是我。
好，这个让我们回想到当初结婚的那个气氛哈。可是我们所有的会场里面的布置，当然是有餐厅的资源，餐厅的资源。可是我的那个李阳的狗狗，也是帮忙布置啊，花啊，也是都是他擦的。然后我们也选择一个大概十几桌的一个小餐厅，温馨的，然后有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参与。然后我的那个礼金桌可能是台湾公本。我是真的很佩服哈，因为是李阳这个。我是讲迄天我知影无人会当骂完嘛，我要创造台人就接受啊，咱嘛袂台湾讲公本加五哈，我是很佩服，是说李阳他很坚持把一些对母语、对本土的，baby， 哎，baby来啊 ，baby， 大家。嗨，这是我的囡仔，开始。我爸爸妈妈，这边来家，这边讲你好。我是这里。Hello， 这里啊，又乖了。哦好啊，一起家当爸爸妈妈公公，带来都大概小时公公了。我做佩服就是利用把所有的迄个对母语啊，还是对迄个台湾的文化物件，拢放伫我的迄个本地内底，包括迄个佚佗咱有抽奖吼，搁有算一个问与答。问与答，然后迄当阵遇拄好阮现在合作的是办一个迄个新会开台语团建亚洲比赛第一届的时阵，对，而且我嘛去后壁，去后壁拢会去婚纱照嘛，对啊，阮就是拢去这个物件，啊，大家嘛是爱看。所以我们就宣传那个新会开台语的那个比赛，那我们的那个问与答的奖品也是台湾公本一单的。是免费读一单，我相信是我一直。因为敢若有3个人抽到，因为我有问问题嘛，这个有，伊就是抽到的人爱，就是答对的人爱摕伊的资料，伊爱填资料，我较有法度甲公布，就是正好因这个有一个人过来听，所以可能无介意，我是讲嘛安尼，啊，毋过其中有一个是我一个朋友，啊，伊有尾啊，因为我有甲讲，我这是阮足慎重的决定，就是爱互你读一单，所以你爱读。啊，伊尾啊，就可能拢唔敢接我电话，啊，有一个就帮我记着面，啊，就甲我讲，我有看，啊，我有诶看有啦，安尼，啊，就小可紧张，伊可能想讲我比较客气安尼。我也是把一些越南的一些文化，顺便趁我们的那个婚礼里面的问与答的游戏也介绍给大家，就是包括就是像那个吃那个鸭仔蛋的习惯啊，或者是我们做槟榔的一些习俗都是放在里面。对，那这个是做本来它原本的样貌应该是一个凤凰的槟榔。但是我的手艺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也有那个请李阳跟2个台湾的朋友，就是帮忙切那个凤凰的槟榔，这个非常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名，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送礼是有越南的文化在里面，那个刚刚我有提到说，当初我来台湾的时候是因为蒋文文老师牵线嘛，那我也是很感谢他，是每次他都在办抗议的活动啊，或者是他对一些议题，他都会有一些解说，让我对台湾的历史跟文化都是非常的了解。那当然是了解不是表面的那些东西，而是深层的很多内涵。那我也跟着他去抗议抗议或者是去捍卫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独立的权利。那我是很感谢，就是台湾给我这么民主的一个大环境，因为我来台湾我在越南的时候呢，没有机会参加过公开的游行，连我们的脸书也是被封锁，我们也是网友也是找很多次来分享来看到一些国外的网络的东西这个讲来好像是跟中国一模一样的模式，可是中国那边的网军更强，政府的网军更强，他们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词就锁起来了。可是越南那边至少我们是没有一些这些更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公开参加一个游行过，我们只是游行而已哦，除非是政府对，假设是这次的运动会或者是花卉灯会，他们有做一些宣传，然后就是召唤大家来这边聚集，不然的话你自行的举办游行抗议的话，一定是会被政府列为黑名单。那我来台湾，我就是像那个鱼碰到水哈，那个cá gặp nước，tiếng Việt gọi là cá gặp nước，鱼碰到水一样的感受到和享受这边的那个民主的生活哈。所以我有参加很多游行，包括那个西拉雅的证明运动或者是台湾这边的独立的一些运动，我都参与。那非常的享受这边的民主，对的。好，这边是什么吗？开始好。所以我们因为是有这样的精神呢，所以我也是试着是在对台湾表示我的答谢，对的。所以2015年的时候5月13号越南那边有发生一场暴动，台上的厂商都被打嘛，被抗议的工人打，所以我想说，我也想对台湾表示我的谢意，所以我跟李阳跑去越南那边的中国大使馆写说，拿一个标语写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中国，台湾跟越南联合起来。可是，在我们的周围都是便利行警。那其实那次我们也是考虑得很慎重才做这样的动作。然后那张照片呢，也是很快速会在网络上被宣传，其实网友也很强很快。虽然我们只是没有登记的一个游行，就是我们只是自觉游行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很快就被宣传了。那但是我的那个筹码就是说，我去抗议的时候是9点半。然后我的飞机飞回台湾是10点，所以其实我抗议完之后马上坐捷运车然后去机场了，所以其实不用怕说他们会有什么动作可以阻挡我。虽然是周边都是便利行警，那也是很危险，可是我是也是做完我对台湾的一个谢意的。那然后再来是 baby 出生的那一年 ，baby 啊。baby 出生，这是什么人？ baby。这是什么人？阿公和什么人哈？baby 是好还是笑？笑baby 就欢喜的哈。但是那个 baby 就是baby 出生的那年，也是带着我，就是对那个。台语的那个压力台语的压力嘛足大因为David 无好David 出生就是阮的家庭都加足侪迄个欢喜的迄个代志看 David 一起成长，也是一个非常的感动的过程虽然是对，我有一个机会，就是我甲伊讲我感觉嘛有动力，佫有一个代志，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因为David的阿婆外婆是客人，所以我大概甲伊做伙嘛是不知道多还是少，但是也有吸收到一点点客家话的一点点而已啦。当时一点点阿婆丢家一点点。过我嘛都我受到利用嘛都尊重我的文化，所以我嘛都听见伊的文化，所以我有时阵我嘛去做迄个阿爸。客家话的歌来学，儿歌来学，所以因为 David 也学嘛，所以他知道爸爸也会唱这首歌，而且是我还查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对
对我们来说学客家话比较简单，所以时代来说那个台语我现在还有一个困难一点，但是客家话我觉得是应该没有问题。那我学客家话，然后学唱客家话的歌，那希望是说，比方讲会当创造一个完全是自然的母语、客家台语、闽南语的环境，互我的囡仔。我常常就对唱歌，敢是爸爸唱啥物歌，闽南语歌，有搁有啥物偏。天空天，所以有做这台语歌我嘛会去唱歌。那但是我们在家里呢，完全是尽量是不会出现华语，除非是有客人来，我们会特意的跟baby说，baby你看都华语，这物件是中国做的，唔好，拢安尼教育互伊知影讲爸爸妈妈是安尼想，就像之前的那个李阳的爸爸妈妈嘛安尼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但是呢，我这边我现在是有开始有一些压力的，因为David 有甲我讲我摕一本册，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David 就讲，爸爸，你莫讲这个因为一直遮，所以我惊有影响伊就讲，爸爸你莫讲闽南语，我听无。我是足艰苦的呢，爸爸足艰苦的呢，你后摆你莫安尼讲好无？你会当讲，爸爸，你搁讲一解，你解释互我，安尼好无？好无？你莫安尼讲，爸爸会伤心呢。所以昨发生的代志尔，过我就想讲，我嘛有甲伊讲闽南语，可能是较少，就一礼拜一解尔，是我唱歌无够，是安怎？过即摆伊对伊来讲上自然的语言就是台语甲客家。闽南语当然嘛有，我想讲可能是比别的那个台越婚姻的小孩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对我们的这么坚持的程度呢，一定是这个是蛮够的。那这个是我现在的有一点压力，虽然是说还没有生出来，我自己说我会把台语学好，可是其实同时我也希望说，他生出来之后，他接触到我的越南话的语言也是多一些因为是希望是说他以后是可以有3种语一起并一起使用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那个像马来西亚的最简单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他们可以能沟通是使用沟通的这个语言是有好几种，而且是好几种是基本款，就是我们的那个基本款。那他们可以增加外语的能力，包括就是他们会讲潮州话或者那个广东话，然后呢中文、英文，然后外语是西班牙文、日文，然后那个法文，所以他们至少会讲至少那个5种语言，4到5种语言，基本款是3种，对不对？那我心里这么想，所以我希望说，那 David 呢，现在他David 你要讲啥物？你要对爸妈讲啥物？你要讲啥？你有办法听话无？这摆故是啥物人呢？妈妈的，尼摕互妈妈摕好无？好无？当然，这个摆故摕妈妈爸爸摕故事你摕好无？你先乖乖哈。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透过音乐、卡通或者是一些图书，让小朋友，让那个 David 对那个台语、客家话或者越南话的一些认知。
但是呢，要坦白讲，现在我们的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很多台语的卡通或者是书比较多的，卡通很少。我们维持认识的一个台语的卡通是什么哈？你弄画下面那个那个马莲，对，马莲之狗是唯一有台语的卡通。马莲之狗可能你唔知，你知吼？多谢你说老师哈，感谢你的那个贡献，我的囡仔会当使用哈。那个马铃薯告马铃薯狗，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然后让你们的身边的小朋友可以在听。虽然那个情义那个里面的那个它的那个意说话不多，但是里面都是用台语的。那 David 唯一会看到一个台语的迄卡通就是马铃薯狗，过来是我们有一个坚持点，就是说，好，那今天就算你摕到迄个中文版的故事册，还是一个漫画，你就用你的语言来讲，譬如讲你用摕到一个中文版的故事，你就用阿爸还是迄个台语讲出来。因为这个其实翻译的过程在我们的脑海里应该很在他也还没有认字，所以上面是写说，假设是那个小朋友今天去公园玩，那你有就讲，你那给那里去公园我就说然后那你在公园做，你那很在嘛，所以其实我们翻译都是在我们的脑海，所以其实每天我伫湾岛伫屏东大概那个我们的那个大人里面都是有一个翻译机在里面的，都是翻译方面的翻译让你知道。那我们只是希望是说，今天我们在这边可能是有一些是家长，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结婚生长，可是呢，其实要提供一个完全是有母语协助母语教学的幼稚园或者是教育的系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可是我遇到的台湾人讲台语的几率很高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高的、这么多人数的一种语言是不会被重视，然后再成立出来的一些教育的系统，包括是从幼龄，然后到那个国小、国中，我没有要求很多，可是至少也给我们一个公平的选择而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一样，都是华语好，美语也好。我现在是倾向说，我会把美语放在一个美语学校，总比那个华语学校那边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那当然是我们希望是说，这个只是希望而已。我们改天如果是在场有家长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联署要求那个教育部成立出来的这些多母语、多本土语言的环境的那个教育的环境。我们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用台语、客家话或者是新住民的语言，我们可以鼓励多语言的。我没有限制说你不能讲什么，可是我希望是说里面找到这个多语部分。那上面这边是李阳就很有心，就是把那个 David 就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故事，说 David 要回越南那边的过程，然后画出来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刚好是也刚那个在内政部那边的审核得到那个逐梦计划的出资9万块元。那我们会把这本书印出来，是David回去找阿嬷的故事。内底阮是跟台语、阿爸甲华人语尔，我爱看中文。不支援中文。不支援中文，中文的话可能是等看谁想做就做吧，我们应该是不会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是从2004年来台湾之后，我才有这样的反省，我才对母语的这些认知。不然的话，我一直在越南那边，可能我永远是说我是金族人，而我不是泰族人的。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当初其实对金族的文化很了解，金族的语言都很了解，可是我本身是泰族人
那但是呢，这些反省是从我来台湾之后，跟指导教授交谈了多次，交谈了之后才觉得说，其实我越南那边也有很多重要的区块也要处理的，或者是因为我现在是已经定居台湾，所以我想说好，那先帮台湾这边台湾的母语这边做一些那个定位的工作。可是其实如果是有机会回越南那边，我应该也会做一些有关就是振兴越南那边的母语的部分。可是坦白讲，台语跟那个台湾的客家话跟原住民的语真的太悲哀了，因为是一直被华语的那个独分的这个打压，我觉得是台湾的母语是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悲哀的命运。如果是公平放在一个公平的谈论或公平的那个评分的机制来说，现在讲台语跟讲本土语言的人数比那个中文那边还多，这个是真的你们可以搜寻看看，选择那个29台连续剧，虽然是有一点那个连续的这个剧的一个效果，但是你可以查看他说看29台跟看那些台语的频道的人数的人口，在网络上都有这些公告，就知道说某一个你这个叫了解某一个连续剧的看中文版跟那个台语的语言的人数还比较多，这个你应该比较了解，你要不要补充一下因为是我以前呢，我在台湾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是不是很有名的一部命中注定我爱你，阮经天的那时候我一直称赞说这部很好看，你一定要看，然后我就查一下那个他们的终结篇的他们好像拖时，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机制是怎么算的，可是拖时的好像是他们那部连续剧是一个很成功的标准。可是李阳随便找一个台语的本土剧就是那个天涯蝶比，你们知道这部吗？随便任何一集都是那个超过10的，所以觉得说，那为什么那个中文的偶像剧会被媒体捧的那么多？可是台语的连续剧看的人这么多，可是没有人被爆出来说每一集都超过过10了，不用终结篇也是过10了，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个有很多那个美感其实都被媒体引导错误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我还有要补充一点，是说为什么我对台语这个有这么的坚持，是因为我记得大3的时候呢，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我也做下隔壁中国留学生的做下，我们的感情还算是 OK。那有一天我听那个大概在那个你们知道光良唱那个第一次的那首歌吗？里面的萧淑珍他都用台语来讲他心里的话，但是呢MV 来这萧淑珍拢用台语讲譬如讲伊讲北卡还是迄个穿咧搭是安怎我嘛唔知啦，过内底拢讲台语，迄时阵我是大3，我中文的能力那时候已经算是可以沟通了。我就问那个某一个中国留学生说，那个女的她讲什么？她就是带过，她就说，这个应该我也不太知道，这是台湾语的什么话？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很明确的，他是对台语不了解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继续看那个 MV 之后，后面他还讲很长，然后我就问说，他说姐这个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那你明明是不是同一个国家吗？因为我们中文系的教育，中国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是笑死了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有这么的差别，因为我们是中文系，我们只接受一种教育而已。所以台湾当下是属于中国的，可是怎么会有你听不懂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越南也很大啊，可是越南的北部跟南部那边虽然相交有差，可是我完全听得懂他的语言，特别是他如果是用心里的话的话，或者是出现在一个MV 就是给大众看的话，一定是对方一定看得懂的语言跟文字，怎么可能他讲一个，然后那个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看不懂一个中国人讲话呢？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怀疑，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就跟蒋老师这边讲的时候，我才找到很多答案。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如果呢台湾跟中国区别呢，你们最好的工具就是用语言来区分。当然是我们没有不能否认是说台语也跟中国那边有一段的那个同一个组员哈，可是那人类的组员不是都从非洲过来吗？难道现在我们都是非洲人？或者是美国跟英国的一样，都是用英文的语言啊？虽然现在是有不一样的啊，但是在美国的特色还是很棒啊。那台湾其实也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是可以用台语。用台语来区别，甲中国人是无共的物件，无共的人。安尼我想讲这嘛都重要，希望大家拢会安尼做。我伫迄个国中或者是国小上课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会跟小朋友说，你们呢一定要跟中国那边区别。那区别的方式最好是什么？你们讲他们听不懂的语言，那我就问小朋友，国小那是什么语言呢？他们都知道，说台语，我讲原住民话，他们就听不懂了。可是我们在座这边的很多人，有可能对大家还是很模糊的概念，可是对小朋友来说，他们知道，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我们就鼓励他们就好了。其实呢，为什么我们要分享到这一点？是因为现在是2018年，准备要到了。那越南是新住民的语言，在台湾这边呢会被列为12年国教里面的其中一个语言之一。那其他还有印尼、泰文、柬埔寨、缅甸文。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我们不想说台语、客家话、原住民的语言已经没有资源的情况下了，可是还要跟新住民的语言做一个竞争。为什么说是竞争？因为是现在教育部他们是让像我小朋友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选修的语言，就是假设是他客家话、台语或越南的语言来学习，因为是对他来说是比较相近的语言嘛。他可以选择3种都一起学啊，为什么不行？可是教育部只能给他一个选修的机会。那现在我刚提是3种语言而已，可是新住民现在有多了5种，原住民有台湾原住民这边至少有10个以上，然后加上台语跟客家话，那我们一个小朋友摆在他面前有20几种选择，他只能选一个来上课，那对他公平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一点。为什么华语永远是一个独尊在那边不被淘汰就是没有被淘汰的可能被摆出来，对，而是华语是另外一边一定会被选的，是固定的，其他语言都是备选，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是摊开，那他能学到越南话台语、客家话的几率更少，更不用说到其他本土语言，包括客家话跟闽语。如果他有心的话，那以后他才能学；如果没有心，那就当做是没有这回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就排斥说哦，这个人讲话是能有那个阴谋，或者是那个意识形态太强。可是的确就是这样啊。那我小孩现在是想学多种语言，难道不行？所以他就逼我们只能选择什么？那个亲子共学那个一些亲子共学，少数的亲子共学，或者是一些很有意思的老师自己组出来的一个小幼稚园啊，或者是国小，可是这样他的未来就是越来越狭隘，是不是？他如果是一旦加入一个亲子共学的那条路，
他以后都一直要走那条路的。可是我们假设我们没有钱培养他的话，那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已经被定下来了，那他已经进行了很多说明的讲座了，可是到2018年就可能会被执行，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联合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如果是需要大家的力量，大家一定要站出来，不可能就是放任教育部想做什么都可以。那我们暂停啊，但是课纲这么不接续，讲天啊嘛。12年国教，对，好，这个我没有更新，可是就是说这个我们也不要太相信政府推出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能力。那当然是我不期待说大家都像那个基金特一的那个信力那么强哦，因为他的判断能力很强，或者是像那个最近那个力量时代的那个立委，时代力量的立委那么强，可是我们至少有维持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我们也可以对这个12年国教的有一些你们觉得要提出的一些意见，那赶快提出来，或者是用你的方法，用你的Facebook 宣传你的想法，一定会有用。你不要那个小看自己的力量。然后呢，时间，开始，David 已经来啊，吼 ，David 你讲是讲这次卖股是啥物人呢？爸爸的哦，安尼你敢会当帮爸爸翕相一个，你知影无？你知翕相无？安尼你翕相一个好无？你帮爸爸翕一张相，翕着爱讲话哦，好来。你个翕一张，大家，先大家爱讲吗？是的。这个这样子啊。妈妈看。我是什么人无？我是什么人无？我是爸爸，先生。这是他拄则爸爸停车的所在，爸爸记录起来。多谢David David 其实对David 即马已经是要3岁啊，我嘛都烦恼讲，我的越南语可能比不上那个台语跟客家话强。即马David的客家话甲台语不强的，伊会当纠正，就是纠正我。有一摆我就讲，David 帮爸爸站起来，我物件拿起来嘛，我就讲David帮爸爸站起来，David 讲啥物吼？安尼若是对，安尼对是讲安怎？站起来，有一摆我嘛讲David 这物件，伊食物件嘛，我就讲David 你食这个你爱无较细哦，David 讲，毋是较细啦，无较油诶。David 即摆都教诶，拢纠正我的台语吼，David 都教。David 你敢会当唱一首歌？你要唱歌无？这莫顾互你，好无？爸爸讲了啊，即摆敢会当你唱迄个，我是细汉囡仔迄个，还是爸爸唱好无？我是细汉囡仔，30岁。敢是？唔对啊，安尼安怎？我是细汉囡仔，30岁。主耶稣接我，我将一起做。好，安尼，敢是阁有一个迄个
ba sẽ là cánh chim này. Từ bên chim hoa mà. Ba sẽ là cánh chim đưa con đi về xa. Mẹ sẽ là cành hoa cho con cành nghe lời. Mà mẹ là lá xanh nghe cá của cây cá. Vì con là con ma, con của ba đứng hoa. Vì con là con mẹ, con của mẹ đứng trời. Ngày mai con hôn đỡ, phải đi khác. Mẹ, con là quên con nhé, mà mẹ là quên hơn. Rất là ơi. Đi ra để去吃这条瓜去我这边两天。Có mà xem nè. Nên trái à? Thì cam gì chiêu hồ cho hà bún. Đúng chưa? Chỉ xem đi làm. Theo rồi. Sai bún à? Đâu chỉ để quay ma cam gì? Hoa ma. Đâu hoa ma. Ăn đây à? Ăn để đi à? Papa xin mà chú con để đi xã để chỉ lần xa chỉ tại gì bảo chỉ con chỉ ăn không Còn đó thì để sao đặt apple ăn không đi sản đi nhiều thì phải chịu sự Papa làm không 1, 2, 3, 4, 5, 6, 7, 8, 9, 10. Trò chơi về nhau ăn để đi à ăn để đi đấy xem đi你拍谁？你下面洗真怎样拍谁啊？那个今麦是刚是新年，这边就对大家讲什么嘛？新年在讲什么？新年。容易好，因为迄个小可有小可害羞无机会表现。哥，我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故事其实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故事，并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只是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一样的精神传染下去。那希望下一次来这边分享是你们的你们的故事我们也很想听。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只要我们有心的话，那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感人。那现在是有开放那个1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有那个对教育小孩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分享。那有啥物问题咱先来拍鼓感谢今仔时间也阁有淡薄仔时间所以就讲恁拄则若有听到什么分，有人举手，所以有人要举手提无？我是想我有听到迄个阿伦讲，伊甲第二你讲个人语言是，第二已经有感觉讲，无当时咧甲你讲迄个语言我用我家己阮厝的迄个话因为像阮二姐，阮姐夫伊阮姐伊拢是台湾人毋过伊听讲阮二姐夫伊即早伊就去日本，所以伊后面伊听了是伊讲来台湾的是，伊就是想要讲，不管是什么款的语言，拢是互你人学，而且伊囡仔伫这边嘛可进的，学语言伊的能力是上紧的，而且伊伫这个时期，伊若是学着语言的时，伊到大汉，其实伊
除伊讲伊要10天吼，伊拢无去讲伊会爸爸的。如果伊若是讲伫这个细汉时就有讲，就是伊后摆要搁讲的机会，吼，会继续紧。所以因伫厝的时，伊就会甲我讲。因为你甲你讲哦，你爱讲台语哦，你爱讲新客，其实因为甲我讲这个语言，这个台语也是客语，所以因这样的时阵，讲譬如讲阿公阿嬷伊就上台语讲，妈妈伊就上台语讲，如果爸爸伊就是甲对象伊就是讲，我就是拢用语甲你讲，所以你伫厝的应该就是讲只讲伊台语客语应该是拢无问题，所以对你的是。你着还知讲，我甲你讲就是用越南语去讲，所以自然伊甲你，伊就是会讲越南语。安尼伊这个语言伊就会讲啥拢无讲。你甲大人讲的时，伊会当不管你要讲台语也是客语越南语拢了解。如果就是你互囡仔会这样讲我甲你讲的时，我就是一直用越南语。安尼伊就会感觉讲，后摆我无通想要甲你讲。越南语，伊自然伊会讲我甲你讲，我就是讲越南语，安尼对越南语这个母语伊嘛会讲了好。再来就是讲，咱拄有讲到这个12年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是伫学校伫教台语所以我会感觉讲，我以前小学汉时，我即摆我拢是伫印尼，因为我甲迄边的囡仔最重要，伊也是这样子会这样讲的。我讲，即马这个12年课纲其实是无针对这个对英的部分，是对这个小学开始。对我台湾人来讲，我感觉讲，政府伊甲阮做当然咱即马讲就是讲去支持这个语言当然就是讲，咱即马身份是比较人足济，不过对一个阮台湾人来讲，你身份是这个国家。叫你讲，你应该会晓讲台湾这个语言，不管你讲台语、客语拢会晓。你说，伫正式的教育内底，台湾的正式教育内底，叫你讲无一个国家是会打外国的这个语言，是伫咧迄个正式的教育内底。咱无法去讲，伊会当教伊家己母国的语言。如果你家己是伫咧咱的迄个教育内底，我感觉对阮家己教育，而且咱的本土语言已经是优先像官方语言啦。你会当讲台语变做是另外一个语言，像英语同款，咱会当有一个互伊学习的机会。所以即马政府伊是家己甲咱的本土语言同款是基本的。这个结构内底，而且伊才会当选入校，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讲，当然这是政府啦，政府伊毋知伊有甚物款的对语言的这个无重视也是讲是因无的，咱不管对你来讲，我知影讲若是讲我做支持咱本土语言，如果你的囡仔已经差不多若是要去到可能有相当对，你可能就爱面对这个问题哪顺利啦，哪顺利现在对你的囡仔会要求讲，伊会爱选几款的语言，我想应该是，我想这个大考虑会加这个，多谢。我感谢虽然我们迄个李老师讲，我嘛遇到两个问题其实政府若是有心嘛。有心对这个代志，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可是如果他没有心的话，那绝对不可能。那为什么在越南那边的那个新竹的干部要去我家那边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收那个100个小时的泰族语或者苗族语的这个规定的？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可是只要政府规定下来的话，那就是那个新竹人到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泰族语那边有一些的尊重现在是政府监护金马是对台语客家是原住民语是没有任何的重视，他们只是做给选民看而已，他们只是做这件事情让你们知道说，我也有除了华语之外，我也有给一些这个语言的资源，但是这个是不够用心要么他就真的是开放让这些母语老师有机会，政治人是那个政治的
公平的竞争嘛，就开课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啊，这个是我想我个人的想法。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今晚我们做我做欢乐就是David 今晚爱搞我讲那个来我人去啊，可是我心里想说，其实语言对囡仔讲话那个语言呢是一个放弃我那个李阳的哥哥有2个小孩，那道理讲哥哥的客家话比李阳强，然后又加上阿寿就是哥哥的老婆也是客家人，道理讲他们的客家话一定很强啊，可是不是哦，他们的习惯我没有说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的小孩完全是讲中文，因为是爸妈都跟他们讲中文。那我不是批评的大哥的行为，可是说他是一个习惯而已。我今晚把对的你，我今晚把关起讲台语啊，我都讲我改讲嘛讲台语呢。所以呢，我们只要破事的那个例子，我们刻意的讲别种给看看。我现在也很刻意的对台语讲闽南语，那是刻意的，但是习惯我也对讲台语，这是好啦。阿哥。那个看另外的例子来看说，别人包括你们对小孩讲的也是一种习惯。你们哪一天就是真的破一个例子，看看说，你讲一个台语说你的爸爸呢，就算他听不懂，或者是他的爸妈的脸色很难看，没关系，我们也不能强求人家一定要马上听我们，而且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一个马上可以改变的事情，这个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慢慢把这些的习惯就是在那嘴边，就是讲这些话。那就算今天他听不懂，那你可以马上就解释说阿姨不讲公你吃饱了没啊？或者是那个叔叔刚刚说是你吃饱了没啊？这些小朋友他接受的几率会高一些，而不是马上剥夺他不能听台语的，就不能听台语的一个机会。你自己限制自己说我要对小朋友讲中文的，那他怎么可能就是有听到台语的机会呢？所以我们破一个例就好了，我们破一个例，每天破一个例，对小朋友破一个例。那我觉得对小朋友也好，对我们也好，对我们的那个台语的那个母语客家话原住民的认知也都好很多。希望我们那个这我们书底下回答这个那个，但是我希望我希望因为David我坦白讲，这个是李阳给我的一个想法。李阳那个 David 呢，一半是越南人，那是你去越南住2冬越南语一定会懂。不过台语客家话原住民在台湾这边的可能存留的希望会没有那么的正式，至少在越南那边越南话还是官方语言。那台湾这边呢？台湾这边是中文，所以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现在还是好，那就而且是我也要坦白讲，坚持一点，我1个礼拜才会去看一次，只有1天2天，顶多那个2、3天，那我也振奋那让台语跟客家话是强一些。那个这个是我的想法，最终的想法。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听我们的故事那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很开心。那希望我们就是做小小的贡献，让它很多个小小的贡献的连接在一起，会变成大大的力量，好不好？谢谢。因为咱的时间都有用啦，会当做你时间会使啦吼，跟我先问题方面，你若有啥物想要分享的，无一定是问题啦，想要分享的问题，会当举手来讲安尼。我看这题目我看真满意毋过咧，我这个介绍小日子到应对那个开始个问题这刚刚就是本来的啦就讲你这样对阿嬷来讲代志讲真好但是就是咧，用台语等因为然后你刚才听无了后
第二个所以咧，咱看准吼，咱将来咱看准吼，其实政府伊若是无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咧，对咱台湾遮无共基督的人是非常无方便，非常无方便。比如讲，我是自细就一定要把到一定我无来了咧，就是安尼吼，所以讲起来，咱在座咧，我感觉讲，一定爱坚持这个问题吼。再来咧就是讲，咱台湾这个德基督的这个经营咧，算说政府来做操作。咱我听阿强讲，因活人有54种基督，每种拢会当存在啊，生存啊，因为政府敢有讲，为了大家那种我们是讲进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对啊，反正台湾这个危险啊，听到，为了让大家这个搞这大家每天就说保卫，是不是？这甚至包括保基，我毋捌拄着这个经历，保基一定是保基主讲，但是咧，我拄着这个经历就是讲，主席就是讲，今天有很多这个遗族的人在这里，为了让他听得懂，就是国语，保基这个拜托的，所以这个经验咧，你种我讲你前期咧，你若开始讲你听无就解决这个问题，本你个。每种伊都办一场啊，对无？每种伊都办一场啊，若讲要做迄办无，你着爱请翻译啊，是毋是？所以这个政府的代志啦，这个需要咱社会来来甲这个来甲政府来来甲要求你搞这回应。其实啊，我那个上一次那个我们在台北看那318的那个学运的时候也是，就是针对那个大家在场讲台语的人呢，大家会用一个不同的要求，就说因为我是在私底下听那个演讲，所以其实周围的很多年轻人都说讲台语是。所以他们的那个私底下我们都听到他们的声音。可是如果现在是大家都妥协的话，那我们就绝对不会有机会翻身。我们每个人都要坚持那这个像李阳家庭啊，他们爸妈的坚持，那他们的那一代做不完的那一件事，我们这代要继续做。那我们这一代做不完的一件事情 ，David 的那一代要继续做的，让台语跟客家话跟原住民的话，真的要翻身，要登上真正的那个位置，而不是一直被打压。感谢啊 ，David，感谢，是好，今日刚刚有啥物问题？自由开放。回应还是有咩问题？那个我跟李阳的 Facebook 是开放的，只要找那个吕月雄或陈李阳的名字都可以加我们当朋友。那希望说以后大家有机会各批评嘛，希望讲后届你来遮分享你的代志，你的故事，我一定来听，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好，感谢大家，你讲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家看我今日非常感谢阿强李勇为咱带来遮尔啊好的演讲咱拄则有听这张单，你若有听这张单，摕来互阮会当要回家家己的台文广播，或者是互你直接看安尼。阮因拢免费，就是所以先根本无够悬，所以你要先放大家家己安尼啦吼。你才会当放伫后壁的桌仔顶。再特别感谢迄个干部退店叫咱遮的场地，互咱会当使用互咱有好的分享。
啊，你若如讲有趣味的，譬如讲你想要来参加阮聚会，欢迎你嘛，伫阮后壁迄位留你的资料落来。今仔日非常感谢，欢迎有机会当做做纪念感谢。这个老师念这个，有啊，来念几句。